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这个3支是台湾真有名、阁真重要的木雕艺术的城镇。虽然100年来卫星王到凋零，不过也是有真侪做木雕的师傅伫困境中坚持守护这项的产业。像2020年得到台湾工艺之家认证的工艺大师关小钦，伊的专门就是雕龙的手艺。伊的作品有传统甲现代的内涵。另外，投入到木雕40年的工艺师蔡宪同，专门在研究到新象的雕刻，手路是相当的厉害。30岁木雕师陈佩银是甲艺术的美学融入去生活所在内底，将做新生代木雕的代表。欢迎看到老中青3代做木雕的师傅，做伙来看因的故事。我一直在想办法让大家认识木雕是可以创造出更多元的可能性。木雕对我而言，它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大部分。我们一生当中能够为我们的产业来付出，才是重要。窗仔下开新明更加有新意，行伫遮空气当中总是闻得到芬多精的香味。这个所在是台湾的木雕之乡。三义呢是一座群山环绕的山城，多雾湿冷的气候，再加上酸性土质的土壤，相当适合像是这样的樟木生长。而这片土地呢，不仅成为台湾的木雕重镇，也孕育出了许多人才。做以整个的形状起来。无任何丢涂，眼神嘛真坚定。当60公斤的叉壳就安尼对真大声的电器声，渐渐啊雕出属于伊的模样。每一道拢袂使有任何细甲擦，叉壳大面积切除了，爱搁较详细来雕刻。木雕哦，它是一种立体雕哦，你画线只是它抓到它的点而已，你没有办法像平面的把它画得那么细腻，所以它的图啊，整个图都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。假如你没有这个底，你做不出来。你本身就是要一直在抓它的形啊，就是一刀再一刀，不断在重复，时间都拉长，所以不一定会刻得好。所以这个要专业。64岁蔡宪同非常专业，14岁迄当接触到木雕，制作就是40年。电扣扣的叉扣，伫伊的手中，全部拢会使变做外跳跳的创作。来，请进。你今天来到你的这个工作室，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哦，这里头有哪些东西，它的艺术价值很高。刚好这块是台湾的白杨木啊，观音，它是有艺术那个深度非常深的意义，因为它保留整个树头的元素，树头还有树身。把它想要表现的区隔开来，它的木头是白色的，那我们的木皮是深灰色的，所以它呈现2种不同的感觉。把叉壳的原貌拢做保留，刻画出观音法相的庄严，这是伊上高的回向雕刻。细汉的时，因为家境清寒，
蔡汉东高中读一半了，就前往高雄学习。迄段日子，伊专门学宫廷庙式的雕刻手路，总共有10年的时间。了后就前往高雄家己做新上的创作。1991年，伊决定前往木雕之乡3期来专心创作。讨喜的东西你要比较粗犷一点，就是比较夸大一点，因为可爱的东西跟我们的观念活像的那个细腻度要配备要刚好，比例要刚好。那这种像讨喜的东西，你就是要夸大一点，像那脸部特别的笑得特别的可爱，那身上的肉要特别的多，很有福气的感觉。产业在移动，那我们的工作者啊，你假如一成不变的话，你就会等待淘汰嘛。占地70平的工作室，平常时无对外开放，这木雕拢是这几年以来蔡汉东所做的作品。伊嘛讲，木雕工艺辉煌的时代已经渐渐消失。早期6、7个在跟我们一起在创作，现在减少到剩下1、2个而已了。80几年代那个时候景气好，那个时候应该1个月应该10-20万都也是跑不掉了，因为大家都认真，每天都是加班嘛。那延伸到现在这个时候，整个的市场萎缩，尤其在这2年的疫情的关系，景气低迷，所以现在几乎都维持生活。1990年代是台湾木雕外销各国上清的时期，当时3期的木雕厂有220间，即马敢若剩无到200间。伊是关小钦，专研木雕有30年。我本身很喜欢月亮，很多作品我都会用月亮跟太阳去表达它每天就是不断嘛，永恒。创作充满意涵，关小钦每组作品上大的特色就是一定要有量。它最主要是在表达一个人要有气度度量，他的心啊，他的度量里面，他的心是一个圆它是无限大的，你的心可以吸收无限大的东西。将原本的雕刻手路变甲更加丰富，再加上现代化的艺术美学。2020年，关小钦的功力嘛，获台湾工艺之家认证，变成苗栗县唯一入选的木雕家，本身就真有艺术的底子。你到外面看到什么东西呀？还是你感触到什么东西，你要把它记录下来。而且素描它对木雕的帮助真的很大，它在锯粗胚啊，它草图啊，你要把木头锯掉那个块面啊，很重要，它跟素描很相关。关小钦甲伊画图素描，加上高中就有完整的美工科基础教育，变做了创作的养分。虽然真有才情，不过嘛记载袂掉大环境的辛酸。1995年拄到经济的落架，中国木雕嘛销往台湾，转行另外找找生活的木雕师嘛袂少。关小钦嘛伫其中，不过转行了也是无法度放下对木雕的介意，所以伊阁一摆甲道具摕倒转来，找找出路。自己也没退路啊，只有雕刻的这一项一技之长，然后就跑回来。刚回来的时候，自己刻的也不漂亮，因为没有客人啊，也没有人要买你的东西。那时候就一直思考，在一个差不多2、3坪的工作室里面蹲了应该2、3年，一直思考我到底要怎样改变。就突然有一天想说这个东西都不好啊，我为什么要每天沉在这边呢？然后那一天我就把所有以前刻的龙，全部龙头龙尾，通通把它砍掉。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，啊，我们来行汤啊给，因为把那个龙头啊
龙尾摆着，那是一种蛮心酸的开玩笑了。想到迄段时间，伊目屎甘目甜，伫边的太太嘛拢看在眼内。这个是在我们结婚忘了是几周年的时候，关老师送我的礼物。好，这代表一家人。那这个是关老师，这个是我，然后这是女儿，这儿子。那他看起来真的就没什么，可是他有意义的地方是在他站的地方像一个悬崖边，然后他让我靠着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啊，不行，我太感性了。对了，还要跪，因为那时候生活很。看甲真唔甘，和结婚27年的太太忍袂住流目屎。关小钦家己的人生刻伫作品内底。2007年开始有收藏家介意伊的木雕，暂时解决生活的压力。伊开始参加各种比赛，嘛拢得到肯定，开始互大家看到伊的才情。木雕对我来讲，已经不是情感的问题，因为它是我生命中的一大部分，不是一小部分，是一大部分。伊的态度嘛传染予后生关智友，伊才19岁，原本是真高的运动选手，体育班毕业了，回去家乡，对老爸做回提起道具，传承老爸的技术。要从龙头开始确定完，就是它龙头过来的长度，还有这个的高度，还有它到哪边上面先定好，然后龙头它这个腮这个腮要定好。爸爸教你的过程中有没有很凶过？没有，他没有很凶。这是真的。他没有，他真的没有很凶啊。他说：“你没有失败，就不知道怎么成功。”一道一道刻画的是对人生上深的体悟。好佳在有遮的专家的守护，台湾的木雕产业虽然稀微，却嘛无寂寞，嘛感染少年时代的创作者。和大部分男性的木雕师傅无同，精湛的单背音摕电器详细雕刻，过程当中换4项工具，为着成就一粒茶苹果。吃苹果的过程中，发现它就是一个，就是像减法一样，吃苹果的过程跟木雕一样是减法。那我觉得很有趣，我希望透过我的作品，可以把就是大家跟艺术跟生活可以更连接在一起。那苹果，我觉得这个元素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出现的元素。那苹果又有一个平，然后我就想要带出平凡这个概念。1990年代新生代创作出的木雕真有想法，无限制形式，阁会使变做锁匙圈啊。木雕其实我觉得是一个，它已经大家都说一个是黄昏产业啦，对。然后我自己会觉得，它还是有可以继续发展的地方，但是需要去转型，就是一直不能一直在固定的方式或是固定的模式去进行。然后已经有一个凹槽之后，再稍微用力，然后用力的时候是往自己的方向用力，然后往前推的时候就放松。伫占地18平的工作室，一部分予伊规划做木雕教室，予在地囡仔无压力，当作是兴趣，拿算拿学。敲很好玩，下次还会想来玩吗？我一直在想办法让大家认识木雕是可以创造出更多元的可能性。我希望留下来是美好的作品的呈现，然后在告诉别人的时候，他可以接收到我想要传递的故事。高空雕的进行式改变木雕的形式，伊嘛透过教学，希望会使互文化产业兴起。产技木雕自传统渐渐走向艺术创作。老中青3代的专家，嘛开始伫实用性当中找找无共的可能性。100年木雕之乡，当来集合众人的力量，期待呈现出全新的模样。